为了解决南科 LM 地区周边的停车，尤其伫善化连潭里，更是发展相当快速的地区，所以市府交通局争取前瞻经费，配合地方自筹款，总共5亿4000多万，要伫 LM 跟电城开发得目标的立体停车场。17号，市长委托马义顶下目前向中央所争取的12座立体停车场，已经是全台湾上济，并且亲自见证这回上新的通包工程签约启动仪式。希望说，不仅是如期如职完工，也能够这个越早完工，越能服务 LM 区的这个居民，还有来这边访问的一些访客。那能停车便利。未来这座立体停车场是地上4层，伫1楼会规划得无票使用，会当有304个汽车加230个机车停车位。智慧列宁的设计不只是地方重要的公共建设，嘛是广电城新的地标甲门面。目前规划设计中，预计今年9月动工，115年2月完工启用。台湾新闻，郭文吉采访报道。